前一阵啊，受到寒流影响，佮因为病虫害的关系，今年的草黄产量减少，价小称悬，品质上好的挂价1公斤超过400块。因为即马晚年爱做糕仔饼，这草黄的价小暂时应该是压袂落来。来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1楼的水果摊，这主要是咧卖高级的水果礼盒，像这为日本德岛市来的草莓头青青保持新鲜度，逐粒拢真细腻，保护好好。个为熊本来的草莓看起来嘛是真好食，不过国产的草莓顶多是数量少，除了因为今仔是休市无到货，单想讲价上嘛比旧年贵真侪。比较贵啦，你有钱就买得到啦，没有钱就买不到啦。根据北农1月31号的拍卖介绍，国产草莓上价1公斤超过400块，来到409，中价276块，下价143块。农业部表示，主要是将一波寒流造成烟蒂性的受损。它如果说遇到低温的时候，它的卖相会比较不好哦，所以相对的，如果说你要买比较好的卖相的时候，它价格可能会贵一点。国内草莓主要产地的苗栗大湖地区，农会表示，原本一工会当交货1000件，前一阵大减一半，最近有小可恢复到700件。除了寒流，前个时阵天气热，嘛有病虫害。目前市场依然是供需失衡。有点供需失调啦，需求都还是比较大。其实糕饼类因为用量很大，产量还不足以供应市场的需求。农会表示，天气热减产3到4成，寒流佫造成灾损。草莓起价有6种因素，估计今年草莓应该是暂时的维持伫关价。记者林志明、吴家宝台北报道。